这时，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上卷19章第1节到18节，亚哈王甲以利亚所做的每一件事，甲伊怎样处死所有巴力先知的事，拢甲伊的某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使者去见以利亚，讲：明仔这个时阵，如果我若无照你对付我遐的先知的办法来对付你，愿神来杀害我。以利亚惊吓就起身逃命，带着伊的老母逃到犹大的别是巴去。以利亚甲老母留伫遐，家己行了一日的路程，来到旷野。伊坐伫一丛路灯树的树骹来求死。伊祈祷讲：上主啊，我已经挡袂牢，甲我的性命客去，我也是死较好。伊就倒伫树骹困去。忽然有一个天使拍伊，对伊讲：起来吧，食一寡物件。伊踢开目睭，四周一看，看见头壳边有一块用炭烘好的饼，甲一罐水。伊食了，啉了，搁倒落去困。上主的天使第二摆搁倒转来，拍伊讲：起来，食一寡物件，也无路途遐尔啊遥远，你也挡袂牢。以利亚起来，食了，啉了，食面，互有够热的气力。伊行了40暝日，到何烈圣山。伊伫遐的一个山洞过暝，忽然上主对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做啥物？以利亚回答：上主，万军的领袖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但是以色列人背叛你，甲因立的约，拆毁你的祭坛，佮杀害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人，因也要对杀我。上主对伊讲：出去，徛踮山顶，徛伫我的面前，然后上主经过，招来烈风，互山邦照亮。但是上主无伫风中，风停了，接续有地动，但是上主也无伫地动中。地动以后有火，但是上主也无伫火中。火以后，以利亚听见温柔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伊的外衫掩伊的面，出去徛伫洞口。有一个声音对伊讲：以利亚，你即只在做啥物？伊回答：上主，万军的领袖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但是以色列人背叛你，甲因立的约，拆毁你的祭坛，佮杀害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人，因也要对杀我。上主讲：你对原来路转去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然后入城，立阿瑟做叙利亚王，立宁示的囝也好做以色列王，佮立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接替你做先知。什么人刀闪哈瑟的刀？
什么人就互耶和杀死；什么人刀闪耶和一刀，什么人就会互以利沙杀死。但是我要伫以色列留了7000人，这人拢忠心我，毋捌拜过巴力，也毋捌浸过伊的偶像。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今早起，咱蔡主任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爱伫生命价掉的时，爱伫生命价掉的时，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要用2礼拜时间，甲大家做伙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咱生命中间拄着暗淡的时刻，拄着消沉的时刻，免啊伫上帝的帮助下面来脱离这款人生中间暗淡的时刻。因为咱的生命过程中间总是有关关结结，有时阵咱的一帆风顺，真顺利，拄着顺境。但是总是有时嘛，拄着迄个生命中间真艰苦、暗淡消沉的时刻，所以这个时阵需要有真大的快乐帮助咱脱离这个。有一寡人拄着经济上的困境，收入无稳定，影响着家己的心情；也有一寡人是家庭或是感情面临一寡困难、一寡问题，所以情绪就真无好。有一寡人因为一寡不可抗力，咱失去亲人，失去咱上该疼痛的朋友，所以互咱意志真消沉。有一寡人伫工作顶面出了危机，可能嘛有一寡人伫教会的服侍中间感觉野神，服侍的快乐减少，工作的效率降低，甚至因为不断的困境，咱对上帝失去信心。常常听人讲，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但总是有时阵，咱伫服侍过程中间，困难赢过这个，互咱感觉服侍是一件困难的事。面对这款的情形，咱安怎伫上帝帮助下面度过这款的难关？是这2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学习的功课。咱伫这礼拜，咱先要来看，伫这个生命消沉所产生的原因，甲伊所带来一寡现象结果。后礼拜，咱较来看上帝安怎引带咱，互咱重新得到快乐。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真正是阮的上帝。因为当阮服侍敬拜你的过程中间，阮确信你永远甲阮相合伫地。特别你透过你的话，诚做阮生命的帮助。所以主啊，这是阮要静静来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当因为实行你的话来得到祝福。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首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背景。今仔经文是描述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是以色列人历史中间应该是上界重要的先知之一。伫做先知的时阵，以色列人的王叫做亚哈。亚哈因为伊的某亚西别的关系，离开上帝去敬拜巴力。所以咱看起着圣经中间讲，上帝因为安尼大生气，互以色列的国内有撒旦的控限，造成极大的饥荒。然后上帝透过以利亚爱伊甲巴力的先知450人，甲阿舍拉女神的先知400人，伫迦密山顶面来对抗。这段经文咱拢真熟，因为伊真精彩，咱伫主日学时拢学过。就是当时阵因设2个段，一个是巴力的段，一个是上帝的段，佮抬2只牛，一边一只，
拢放伫即个坛顶面，然后袂当家己点火，两方面拢求家己的上帝、家己的神。巴力的坛、巴力的身体求巴力，伊利亚求上帝，看上帝降了火来烧这祭物。如果倒一边降了火，就证明，倒一边是应答人祈祷，搁真搁我的上帝。伊利亚一个人面对850个外邦的先知，虽然真困难，但总是上帝权能赢过这个假神的权能。这个巴力的先知就当场被处死。但是伊利亚伫这个加密山顶面，虽然打败这么侪假先知，应该是伊生命中间上界风光、上界得意的高峰的时刻。但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并无互伊更加顺利，因为当时这王后亚西别，因为安尼大生气。虽然今日的经文讲，伊就找使者去甲伊利亚讲，来警告、来恐吓，讲明仔载这个时刻如果我若无照你对付我遐个先知的办法来对付你，愿性命击杀我。意思就是讲要爱伊利亚的命，要杀伊利亚。这个话一个讲，咱看到伊利亚心中就惊吓。虽然伊拄经历遐尼大的心力，但总是伊袂记即上帝所授予的能力，伊就开始一连串的大逃亡。咱才有一个图，咱来看，伊就是对即个加密山的所在开始往南逃走。咱看伊最后走到即个河烈山的所在。当伊走到即个旷野的所在，已经体力已经亚身，无气力，所以伊就坐伫即个。咱今日圣经讲叫做稻香树台语的圣经翻译做罗丁树这个树骹伊就伫遐体力已经亚身，肉体已经无力，所以伊就坐伫这个树顶面伊对上帝讲主啊，我已经忍受袂了啊！你将我的性命取去吧我是死比活得较好。所以伊倒伫树下就困去，上帝就差遣天使几遍来帮助伊，替伊准备饼甲水，互伊会当继续后面的行程。后来伊行40米日，到即个河烈山即个所在，伊伫迄山顶，伊找到一个棚空，山洞来秘伫内底。然后来伊甲上帝有一段对话，然后上帝鼓励伊，互伊力量，也互伊一个使命，伊回去大马色。继续伊的工作，这个故事互咱真好的提醒。咱要分做两个部分来讲。咱今日要看伊利亚遭受到这个困境了，伊的生命消沉，进入迄个生命的低潮。咱要看到底什么原因，互伊造成这款的情形。然后咱来看，当伊进入这个生命消沉的时阵所带来的结果。然后后礼拜。咱接要来看上帝甲伊的对话中间，安怎引出伊，当伊甲伊家己的使命，互伊重新得到气力。咱首先来看生命这消沉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惊吓。在这个故事中间，咱看见到先知以利亚，伊倚靠上帝的气力。镇压这假先知，遐尼侪人，伊有缘靠上帝气力镇压。照理讲是伊侍奉生涯的一个高峰，但总是当王后亚西别来恐吓了，伊就惊吓，就逃离上帝交代伊的使命。可见惊吓是一件真恐怖的代志，真可怕的代志，伊会为咱带来致命的影响。有一寡人伫事业的高峰的时阵，会产生一种心理，伊认为家己无法度搁再突破来烦恼，惊家己失败啦，然后就惊吓。一旦惊吓，就陷入搁较深的艰苦。所以惊吓实在是真可怕的事，伊会当糟蹋一个人。咱一旦惊吓，
咱就袂记得有上帝通好倚靠。一旦惊遐，咱的目睭吼，就转向人，转向困苦的环境，转向软弱的家己，互咱袂记得有上帝甲咱伫地。其实咱拢亲像以利亚同款，伫咱人生的过程，伫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间，咱对上帝的信心有时有悬有低，有时阵会因为惊吓袂记得上帝，偏偏惊吓是无所不在。有一个作者叫做 Michael Rockins， 这个人伊写一本册叫做《你的人生中间的惊吓》，伊有提起到130几种人会惊的代志。有的人真惊歹人，有的人惊鬼，有的人惊破病、惊食药啊、惊注射，有的人惊死，有的人惊鸟鼠啊，有人惊蛤蚱，有的人惊某。咱知影失败的人惊失败，对无？成功的人嘛惊失败，无钱的人惊无钱，有钱的人嘛惊无钱。所以，如果若迄个惊吓伫你的心内作用的时阵吼，你无所不知惊。惊吓的结果就是，互你陷入人生的消沉的时刻，陷入人生的低潮。咱的信仰有时阵嘛有即款的困境，有时阵咱感觉讲，咱行了真平顺。但是，气人调整得来，发生一件代志，互你的信心就发生调整，亲像以利亚同款。虽然战赢，但是马上得到恐吓，就惊吓。我过去伫学生中心咧侍奉的时阵，其实我新人医毕业去到学生中心，迄个时阵大概是咱台湾的学生工作上较高峰的时刻。迄个时阵，真侪学生。大专中心各地的大专中心拢真侪学生，特别是我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实际上是学生的人数嘛真侪。特别阮真重视训练，所以每礼拜日暗时，阮拢有真好的训练，嘛有真侪学生参与伫这个中间。是后来咱知影时代在变迁啊，特别是网络这项代志发展了后，学生的迄个生活习惯甲价值观改变。学生事工如果若无做改变吼，实际上无法度面对即款的即个调整甲改变。所以迄个时阵慢慢学生因为拢有真侪拢家己会当就伫网络顶面规工，要叫伊来训练有时真困难。所以学生事工无调整渐渐迄个事工迄个情形就哪来哪无好势。所以我迄个时阵嘛，拄着真大的困境甲挣扎。我甚至家己讲，咱大专事工无可能成功啦。因为我过去嘛讲过，大专事工无亲像教会呢，教会咱的信徒真稳定呢，真稳定。但是学生事工是学生拢会流动嘛，学生会毕业嘛，若真侪人毕业了，新生无补入来，安尼就有可能一暝中间。迄个学生的量就减少真侪。我想讲，安尼学生若有适当的时间，你要用适当的时间去影响一个人，这根本是无可能嘛。我认为无可能。但是感谢主啊！后来我伫祈祷中间，我读圣经中间，我发觉讲，耶稣出来服侍，对于出来服侍到伊受苦定是物价，搁我死埋葬搁活了。总共只有3冬半的时间呢，我阁比耶稣加半冬呢，所以若照耶稣的方法一定会成功。所以我就对圣经中间去了解耶稣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影响伊学生，咱就用这款方法来做。所以我甲大家分享这经验是，互大家理解，咱的信仰有时阵会拄着高峰的时刻，但是有时阵。嘛，因为惊吓失败，有可能就陷入迄个危机。所以咱来理解，性命消沉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惊吓。第二项，身体肉体亚线啊，肉体软弱。咱看见着这段经文中间，以利亚伫逃亡的时阵，行规工的路，到迄个旷野的所在，已经完全无力啊，精疲力尽。
所以伊坐伫一个罗定树的树骹，甚至求死啦！伊讲：主啊，你干脆将我的命取去啊！我死比活得较好。咱知影伊这时阵身体已经无法度复活，伊面对的困境，因为身体缘故，所以心灵也受到影响。拄亲像做事的人安尼讲，伊讲我受拍伤真无力，为着我的心不安，就大哀伤。华语叫做我已精疲力竭，奄奄一息，我的心伤悲，痛苦哀求。拄着即款的情形，肉体去影响心灵，所以咱来明白的休假对咱来讲也是真重要。休困、休假，因为你若无休假你的身体疲劳，就影响你工作的效率。工作效率无好，影响心情。所以咱一定爱有计划去休困。有一个笑话安尼讲讲有一个牧师工作真长的时间无休困肉体真野身的，对教会同工讲我想要请假休困一下。这教会同工来讲，牧师你也知影魔鬼是无咧休困的这牧师因讲我若阁无休困，我就变做魔鬼啊咱在英文的这个休闲叫做 recreation 就是讲，搁一遍创造、受创造、新创造意思讲透过休困，是讲做一寡甲工作无关系的代志，互咱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咱来明白，人的身体会影响咱的活命。过头的工作，还是讲破病，互身体产生疲劳，生命真容易陷入迄个消沉的中间所以咱要注意这点第三项，咱看见着以利亚嘛是拄着这款的情形当咱软弱的时阵，心内就出现怀疑，心内就出现埋怨魔鬼就找这个空隙，打咱攻击，就将一个负面的想法放伫咱的心中。咱看见着以利亚伊的困境伊伫失意的时阵，伊伫咧罗定树骹，伊讲主啊，我忍受袂了将我的性命取去吧，我也是死好然后伊到何烈山，伊对上帝讲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但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气杀，你甲伊中间立的约，拆毁你的祭坛，佮杀死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人，因佮要杀我，所以伊就开始埋怨。伊毋知上帝其实有伊的计划。咱看到落尾，咱就知影上帝已经替伊保存7000人，这人拢无敬拜巴力，但是以利亚因为伊的怀疑。因为伊的埋怨，互伊看袂到这个，伊掠准讲只剩伊一个人，佮要受人追杀，所以一旦埋怨，就看袂出上帝恩典，甲上帝计划。这种负面的观念一旦出现，咱就知影这是恶性循环。因为你埋怨上帝，你就离开上帝哪远？离开上帝哪远，咱就哪陷入生命的危机。咱常常会想讲，可能要医治一个真好的属灵的高峰，假像是无真困难，实际上是真困难。我相信你甲我拢捌面对着这款的危机、这款的状况，甚至咱心中一寡属灵的领袖、属灵的伟人，伊嘛捌拄着这款的情形。我捌读这个天主教这个书记主教单国璽主教伊的见证，咱知伊最后是得到这个肺腺癌来过往。伊讲，伊当这医生来讲你得到真严重的病，你的生命可能还让我4个月。伊讲，伊第一个反应，伊讲，伊就问上帝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还拄到这款的代志？所以我相信，伊迄个时刻，伊有怀疑上帝讲，我遐尼诚心诚意、真心听你咧服侍你的一个人，为什么是我拄到这款的代志？
但是伊会见证讲，伊去祈祷了，伊心中得到平安。伊对家己讲：为什么毋是我？为什么是我？人是一个软弱的肉体，的确会拄到这个病痛嘛。所以这款的危机，每一项拢会面对啊。所以伫祈祷了后，伊定心得到快乐。搁一个咧，大家若有机会吼，会当去买一本册来看吼。这本册是德勒莎修女所写的，叫做《来做我的光》，来做我的光，还是讲翻译做“来吧，成为我的光”。这本册是伊伫在世的时阵写真侪配合伊的属灵指导者。因伫因的制度中间，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属灵的指导者，透过这个辅导来帮助因的信仰。德勒莎修女，咱伫长期以来，咱拢认为讲，伊做遐尼大的事工，一定是一个真够坚持信心的典范。伊成就遐尼伟大的工作，的确是有永远袂摇移的信心嘛。咱拢会认为安尼嘛。但是伫伊写互这个属灵的指导者的批中间，我发现讲，伊心中永远存在着真侪挣扎的。伫这批信中间，互咱看见着，伊几若遍提起伊的感受。伊讲伊几若遍对上帝祈祷，但是伊讲主耶稣基督恬恬无讲话，所以伊感觉孤单，感觉空虚，感觉甚至感觉被气杀，进入迄个心灵的黑暗中间。所以咱知影，伊有若面对着伊的情绪甲属灵迄个挫折的时刻，甲摇移的时刻。亲爱兄弟姊妹，我拄则讲这两个题，伊拢是互人尊敬的属灵长辈，因拢会因为怀疑而遭受到生命中间的这个暗淡的时刻，咱更加应该小心去面对。所以综合来看，咱今日拄到这款的情形，上介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拄到困境的时阵，互咱离开上帝。咱会因为惊吓，咱会因为身体亚身，因为怀疑埋怨，互咱渐渐离开上帝，切断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接续咱来看，如果有拄到这款的情形，咱有啥物款的现象，来提醒咱每一个人爱提高警觉。第一项，这生命低潮所带来结果，第一项就是无能力。生命消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失去能力，做代志开始无效率，检查真努力咧做，但是总是感觉无能力、无快乐。所以生命低潮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离开上帝哪来哪远嘛？离开上帝哪来哪远，咱就无能力嘛。咱顶回讲的，耶稣基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迄常常甲我结连呢，我也常常甲因结连，的确结真侪果子嘛。因为若无我，恁就啥物也袂当做。所以一旦陷入这个生命暗淡的时刻，就失去能力。所以如果你若感觉讲，我最近咧服侍，好像无效果，可能咱会面临这款的挑战，无快乐。这款的会影响到后一项。就是咱开始会失去兴趣，拄到生命低潮的人，差不多所有的代志，拢提袂起兴趣，甚至家己过去上爱做的兴趣嘛无兴趣，尤其是对属灵的代志感觉无味啊。我捌去探访一个人，我听人讲伊拄到真恶淡淡的事，所以心情真无好，意志真消沉。我毋知伊的情形安怎，但是我去到伊的厝，我就知影讲可能拄到真无好的代志。因为伊过去是一个真爱种花草的人，但是我去到伊的厝的头前，发觉讲，伊过去迄种了真好的花园拢拍远去啊，杂草真济，甚至有的花枯干去。我了解讲这过去伊上介有兴趣的代志，伊拢无要做。入去来探访，发觉讲伊伫属灵的光景嘛真无好势。圣经放伫遐顶原拢有即个灰尘，算真久无咧灵修。所以咱看见着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伊对所有的代志拢无兴趣。
特别是属灵的代志，感觉无兴趣。当然知影家己爱读圣经、爱祈祷，但是圣经摕起来，都爱困。祈祷无两句，就祈祷袂落去，甚至就无爱来教会聚会，无爱来教会敬拜。即款人，伊明明知影安尼毋对，但是就是欠缺力量徛起来，失去兴趣，失去兴趣了后，就丧失信心，对一切拢失去信心。过去上把握的服侍，过去上把握的工作嘛做袂好势，对家己失去信心，甚至连倚靠上帝的信心嘛无，无坚持的心来面对大项事，他要自我放弃。一旦自我放弃，就情绪就波动，情绪就无法度控制。这款人伊的情绪就是关关结结，阴晴不定，就亲像以利亚同款，甚至讲咒诅家己死，讲我死比活得较好。然后情绪波动了，伊会产生一个情形，就是敏感，甲家己怜悯家己，家己可怜家己，认为所有人拢无了解伊，亲像以利亚同款，伊对上帝讲：即马只剩我一个，因阁要杀我。所有人拢对上帝无重视，只有我一个人。其实咱若看圣经，咱就知影，你伫王记上卷18章，讲迄个时阵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宫廷主管。叫做俄巴底，伊迄个时阵暗中就帮赞700个先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的落尾讲，阁有7000个人因将来无敬拜巴力，但是伊安怎以利亚就是安尼，家己可怜家己啊，只剩我一个人，只剩我一个人。所以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伊就对逐项代志拢真敏感，过度敏感。家己可怜家己，所以伊对别人讲的话特别敏感，常常怀疑别人的动机甲目的。有时咱讲迄句话都毋是即个意思，伊就是带你因过迄个意思，用安尼可怜家己，怨恨上帝。即款就是属灵的消沉的人会拄到的情形。最后一项就是逃避现实，家己避起来，亲像以利亚同款，走去旷野。佮走去山顶，佮秘伫一个山洞内底，想要逃避人群，无要接触人，逃避家己上帝爱互伊的使命。这就是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会拄到的情形。当然，我毋望讲每一个人拢莫拄到即款的情形，但是即款的挑战确实有可能临在咱的生命。所以咱看见着以利亚即款的情形。伊要安怎对这个生命的消沉中间重新得到开力？这后礼拜牧师会甲大家分享，上帝安怎帮助伊对生命的低潮中间行出来？但是我恐惊讲有一寡人无法度等一礼拜，所以牧师伫这个时阵做一点淡薄提示咱后礼拜对伊甲上帝对话中间找到5项安怎一步一步行出来的方式。今日牧师来大家提供一个较大的原则，大家会当得到帮助。其实真简单，就是圣经中间所讲的信、仰望甲听。伫生命消沉中间，唯一会让互咱恢复有3个真重要的要件，就是咱的信心，咱对上帝的仰望，甲咱中间的听。第一项就是咱要用信心去看咱所拄到的困境。伫凡事相信的时阵，牧师啊，大家讲，咱伫拄到困难的时阵，咱毋通悲观啊。咱相信上帝伫万事顶面拢掌权。咱相信上帝的确有伊真好的计划。咱相信上帝的确有伊的时间，所以咱学习顺服，学习听候的功课。圣经嘛对咱讲，咱常常摕着信心的盾牌，通互恁会当抵挡迄个邪恶的人所写出一切的诡计、一切的攻击。嘛对咱讲，咱惊吓的时阵，爱倚靠上帝。我信靠上帝，学了伊的应允，我倚靠伊，我就无惊吓。一般的人对我会当安怎？所以面临困苦的时阵，咱爱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咱的困境。虽然困境存在，但是上帝所赏赐的气力
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到也难用。第二项，咱要存着愿望，任何情形拢无放弃对上帝来所带来愿望。圣经常常讲，因为愿望咱得到救。如果咱人愿望迄个看袂到来自上帝，咱就会当临来天好。咱知影，咱有时拄着困境的人，咱亲像进入一个崩坑内底。你若停伫这个崩坑内底，你永远拢是黑暗。但是你若当坚持，一直行落去，咱会当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崩坑减在真长，但总是咱若认真行，一定行会到看到光的时刻。除非你稳准你家己永远停留伫这个崩坑内底。所以咱要存愿望，看起上帝所带来的恩典，无放弃。最后一项，我相信这是咱教会应该爱提供的功能，就是每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伫生命低潮的时阵，拢爱追求听，追求上帝的听，追求人的听。圣经甲咱讲，有听都无惊吓，完全的听，除掉一切的惊吓。咱细汉的时阵跋倒，爸爸妈妈会甲咱抱咧，甲咱呼呼的，因咧听帮助咱度过迄个真疼的时刻，互咱会当伫迄个伊的怀抱中间渐渐恢复。咱成长了后，咱可能无父母会当互咱挖靠，但总是上帝互咱有教会。伫教会中间，咱会当接受上帝的听，会当分享咱的听。伫即个听的包围下面，每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会当得到鼓励，佮徛起来。这是咱教会应该爱提供一个真重要的功能。咱来诚做即款的人，会带互人真大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当阮拄着生命的困境、意志消沉的时，主，阮知你是阮唯一的愿望。求主帮助阮。伫每一遍拄着困境的时，阮靠赖上帝，阮来到教会，求主帮助阮。透过兄弟姊妹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关爱，互阮定心佮徛起来。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